各位弟兄姊妹，喺開始敬拜之前呢，不如我哋大家一齊去預備好我哋嘅心，安靜喺神嘅面前，等我哋一陣用最真誠嘅歌聲嚟到將詩歌獻俾佢。你真偉大。放眼仰望，會看那星空幻彩，輝映相照，萬古不變永在。智慧創造，貫徹那蒼天看海，不朽心意，如曉於這世代。從而我心經已為你歌唱，你是我神，你真偉大。從而我心經已為你歌唱，偉大救主，普天頌讚。你們應當靠耶和華歡樂，正直人的讚美是合宜的。你們應當彈琴稱謝耶和華，用十弦瑟歌頌他，應當向他唱新歌，彈得巧妙，聲音洪亮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嚟到 All Night， 不如我哋一齊放低我哋手頭上面嘅忙碌，唔好再諗 rap 歌啊、迎新活動啊，或者教會事奉上好忙碌嘅事。我哋一齊去專注喺神嘅榮耀當中，開口用我哋嘅歌聲敬拜我哋嘅主。我哋一齊唱你真偉大。仰望喺你嘅大愛裏面，求你去賜下你嘅恩光。為你奔走飄遠方。
於這地，中穿和剎那歌聲全為你起，榮耀頌讚歸於你讚美，你關心親自洗禮，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，一生都銘記。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，一生都銘記。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，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。他是愛我，為我捨己。呢個神佢愛你，願意去為你捨己。今日我哋呢班蒙恩嘅兒女，有幾願意去用生命去回應呢一份愛呢？你有幾願意去回應呢一份愛，願意去為此而活呢？每當我讀到你復興作為，我的心充滿激動。世上陰暗的痛，似乎我就是為此而活。每一天我等候你再次工作，就在這些年你憐憫觸摸，一直從你抱所擁有，讓我能夠參與其中。我心呼求，烈火再次焚燒我，聖潔無照，重新再來點燃我，神蹟奇事，見證彰顯你的國，我的雙手全然奉獻給你用，我心渴望祭壇的火焚燒我，用你一照，每個早晨叫醒我，你的福音傳遍地極每個角落，情願能見復興臨到我們當中。好想邀請大家呢一刻去合埋你哋嘅雙眼，喺你嘅位度向神去祈禱。你求神嗰份犧牲嘅愛再次嘅去震撼你，激勵你去為佢燃燒。你唔渴望再對神呢一份咁大嘅愛感到麻木啦，就係咁樣向神去祈禱啊！依家見到社會上面有好多唔公義嘅事，靈魂嘅失喪，人好似羊走迷一般，佢哋冇方向冇盼望，可能佢哋日思夜想嘅字眼就係冇希望呢三個字。你去求神讓你一顆憐憫人嘅心，渴望你去將基督嘅愛、基督真正嘅盼望嚟到向佢哋分享。你咁樣去向神去祈禱啊！
再次以呢一首嘅詩歌為我哋嘅禱文，渴望我哋真係好似呢首詩歌所講，為基督而活。基督視你為無價至寶，你係咪同樣都係視基督為你嘅至寶呢？我心呼求，烈火再次焚燒我，聖潔呼召，重新再來點亮我，神蹟奇事，見證彰顯你的國，我的雙手全然奉獻給你用，我心渴望激騰的火焚燒我，用你理想，每個早晨叫醒我，你的福音傳遍地極每個角落，親眼能見復興臨到我們當中，親眼能見復興臨到我們當中，親眼能見復興臨到我們當中。親愛嘅天父，孩子好感謝你喺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捨己，感謝你喺孩子人生任何一個階段都陪住我哋行，我哋心去渴想你嘅愛火，再次嘅去點燃我哋，讓我哋去睇到你係何等寶貴嘅救主啊！我哋嘅心去呼求你，渴望你嘅異象每一日去提醒我哋為咗你而活，奉主名求。